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天。喺今日嘅節目當中，為咗大家紹介，大家咪當喜歡了解創作家，你客家嘅文學家，叫一隻客家嘅安徒生安將嘅名兒。大家是啲講，哇，佢當為講故，當為寫故事，其實係張前面先生。佢有新嘅作品為咗大家分享哦。我知道前面先生當厲害，佢差唔多當年只有一本書做得來發表。實實來分享張前面先生，分享先生，先生好。主持人玉天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張前面。哇，先生，我再次同你恭喜恭喜哈！你把看到你嘅最新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廿八嘅作品很多12隻阿伯呱呱呱，又有節奏感哦，聽起來又看得到，係咪本大家咁豐富嘅想象咯？係啊，像聲音咧嗬，佢較好教，啊有聲音咧，啊有節奏嘅嗬，有押韻咧嗬，我相聲音會較好，如果做成一個童謠嘅方式，哦，傳承一個故事出來，係啊，聲音出來是挺在面嘅啊。或者講古嘅啦、教嘅啦，顯示一當豐富嘅一本書嘅。古時有本書就叫《痴迷當道》，因為之前先生有寫過你嘅童年啦，無論係咪強州太王啦，又係像上一本原色嘅冇出安尼卡亞色嘅感覺係嘛？係啊係啊。嗰一本書係冇強嘅感覺，先同大家嚟分享你嘅故事內容好嘛？好啊。去年咧，原色嘅本係寫安布頭，一講啊、寫呢啊，安布頭嘅故事。今年咧，我想講灣語嘅風貌轉變一下，今年就灣語嘅陽光下、日頭下嘅一個故事，變成童謠嘅。一講下故事呢，一點清點清。陽光下呢，日頭下嘅故事呢，當神奇當豐富，當到通冇都係嗰度走去咁樣嘅。又係就身邊就阿伯呱呱呱嗬。一開始嗰下我想今年寫乜嘅呢？我寫我婆學嘅鵝嘅，因為我親戚在台灣細細幫我婆鵝腳，其實聲音嚟似安愛啊嗬，嗱一鵝他們強過啊！嗬，佢做乜欺負聲音咧？係啊，點樣欺負聲音呢？係啊，嗰陣係香港特別有啲經驗嘛，嗬，我想一想，我都講一個故事咧，我都講有擺咗到依啲屏東啊，嗬，佢屏東教育大學嘅有咩成人複習嘅教書，佢講我咩，佢講佢咩特別咩是學過鵝嘅啊，就咪係學鵝嘅，古鵝啦，結果佢都冇衰鵝做題。佢潛鵝嘅故事，我就跟住用個故事都夾上好，咁樣做得。結果最近我寫個好，我發現到鵝嘅叫聲啊，嗬，嗰個聲當，個聲啊，好似冇一致性啊，嗬，冇一啲節奏感。佢會變變安呢？係，主要有聲有應該阿公生行到嚟，阿媽佢我公生行個大，嗰種音唔會去處理，像我目標就要做一個童謠嘅想象啊！嗬，呢種聲很難去處理。我同時想到，特別我婆向我嘅，我都常常喺個海，我講嗰邊點樣嘢唔同，山唔同，因為山鄉鄉愛濕田嘅，濕田主要有水啊，嗰種我嘢唔同。平常嘅潛水到而熟起來，我哋濕田個海當有水可以用。因為唔同嘅同時會熟魚嘅啦，會熟鴨嘅。嗰所以鴨味熟鴨嘅個海，因為唔同船係有水嘅。太水當講咧水樣啊嗬，魚嘅啦嘅嗰個乜嘅鴨嘅啦，穿咗個水樣係撩啊，而都撩，伊就去水面潮來潮去，但係潮喺我嘅唔同船腔。走上走下，我就想講，用鴨味，你鴨味嘅聲嗬，呱呱呱呱呱呱，等於節奏感。對於小朋友呢，其實當熟悉個，當熟悉鴨味嘅聲音，見到我較少見啊，嗬。嗰陣我想，個鴨味，係因為鴨婆學嘅，因為鴨味學嘅，嗰啲朋友不欣賞嘅，教書學嘅，佢講故事。
落夹夹就变成一个新的故事。哦，原来是安尼哦，望下伊谈到，阿婆熊哦，又会变到阿伯呢。不过阿伯自己声音吼，较有声音较粗，他讲啊呱呱呱啊，动到童谣啊、歌曲啊，还讲声音看到阿伯出地讲爱学呱呱呱。嘿嘿。哦。我就记得声音的一致性，较明亮，较亮上吼，啊个较有节奏，较有喜感啦。对声音，以童谣的角度讲，是较好处理安尼。嘿，嗰说谈来吼，亚本书呢，系一快乐的感觉，个动脑旁的感觉。也哈呢 ，Rita 书行哦，拿定亚本书，本体家看一下亚封面，看起来呢，当中的沉默的东西，就甲讲真紧阿伯唔简单咧，係唔簡單，就去那特味嘅，一出嚟請大家來看哦，講你打開書嗬，一打開來嗬，你就會知道，係唔係有當到阿伯安尼，嗰有當快樂，有小小嘅面，但個你翻一開來，真係知道先生嗬，當用心，因為呢度寫當豐富。哦，也係客家詩，好，嗰有言文，言文詩，嗰有翻譯法文，翻譯，好，嗰時候人看到一畫面係咪當氣勢，當光明嘅感覺，好，就本體嘅感覺到一種童年嘅快樂係啊，嗰個先生係發覺嘅創作嘅背景嗬，同人嘅童年真有當到嘅連結，你童年嗬真嘅散度嗬表來表去啊，當快樂呢，係啊。其實小朋友吼，真然都必須多去教，多去戶外教，也個伊個頭腦地步掌握到伊個煩惱嘅事情啦吼。現當擺，伊引退30歲、50歲、60歲，伊個漫長嘅人生地步，其實當有一個豐富童年，即係也個伊個心智嘅心態嘅財富同嘅咩嘅，人生會當豐富係。係啊。你看，我看到地圖嘅圖吼，係說當成錢，佢生嘢揭書哦吼，揭到幾衰睇咧，行愛教，結果嘅阿伯即家教到當歡喜安尼。佢有發覺吼，你啲書吼，嘅看嘅時間要看咯，也有嘅嘛嘅 QR code，也貼片設計，本體家目注看，係講義工咩做得堂咧？錯係，唔嘅書順後嘅係要你寫寫阿伯嘛，叫四種角色。哦。T 嘅角色係先生，唔看 T 嘅先生嘅角色。咪 T 咪扮到 T 哦，先生。係先生角色，變到一啦 QR code 發生嘅嚇，俾先生來講。係。而講嘅故事戲嘅頭，係個跳天一批嘢咧，做寫啊唔反過來嚇。哦，天意啊。幾多變異咧寫下個嘅哦。哦，寫下個嘅。係寫下個嘅，原本寫下個上場，佢阿妹搞嘢係要去估阿妹。哦。寫下個天就叫嚟估阿妹清。清簡單啊！清簡單啊！水木都冇相關係啊。真見出水木嘅一個咧，水睇嚟。一條寫阿妹，佢都講快啦。誒，可能因為可能佢寫下個啊，水係掉嚇，人哋啲條條要高價啲啊。做咩嚟嗬？都係一個角色嚇。係啊，角色。哎呦！都所有同一啲辦行嗬，一天我要記曬同我講下嘅。係。啊，要記曬呢，有啲我講下嘅。嗰其他嘅讀書呢，都會停在面，而可能冇辦法去啊獨立統一講出當到客家話，但係我講到嘅，大家就講停在面其實都得。我係做話我係實踐呢，伊啲先生帶頭，唔講伊啲辦咗行可能13年啦嗬，一小朋友從下跪辦起來，先兩先生佢都開一頭，嗰個先你同伊啲客我講下嘅，都寫下個嘅。嗰一堆鴨嘅，佢是講，我其他種牛嘅啦、怪嘅啦、拉車啦、攞厝嘅啦，乜嘢所有通過都俾集中下，大家從下教，安樣我都一個故事規版咧，不管你版到同我大呀小都冇相關。係。小咧3-4歲都得，大咧2-3-4歲都得。從下講，見講出見唔會講嚇。其他都會回應，係會。
讲噶还有你会做附送，系啊系，啊，所以当神去，因为吼，大家拿到书吼来扫描呀 QR code，你会发觉哦，地图呀声音的个上色彩讲得很好，因为亚白世界吼有呀英文吼，韩国西烟桥、海流桥，呀声音的吼写下来写冇西烟海流，强上人讲的，嘿，很厉害，很厉害哈，连翻译都佢讲的，哎呦。佢講佢係會當係改過呢？用誒，小朋友佢會當係改過呢？人講家係，如果是話誒，哎呀，叫現在哎呀改做得冇，較有糖用誒。哎呦，人想想做得，人做得係菜啦，要當歡喜，誒，嚟到舊先生呢？一生嘢好好栽培嗬，係啊係啊，因為佢飼養開了天然先生嗬來學習，嗰安尼其實佢就安尼一個細鴨嘅，佢帶領佢順風嘅人咪向下來講。係。因為今年啊，嗬，佢也通過咧角色當道，我至少我要兩三個小朋友從下來錄嘢，我入邊係4、5錄嘢咩？哇！按錄嘢咧是多年，但是今年啊，嗬，疫情當洋蔥，然後去尋嘅聲音咧，嗬，家長要喊，又係攝向下去練習。去錄音室，又講疫情啊，嗬，家長較唔敢比聲音走。唔講安寧電都全都播哦，一聲嘢佢西安同海陸都會講，安寧訓練起來嗬，長長久久，每一本書都做得來培養佢哋嗬。唔過沒有因培養，你樣我講了，一邊2、3年才差唔多2年生、3年、2年生了哦，可能假3、5年去啊，都差唔多都過年期5年、6年係嘛？邊上，我邊上一夾上都唔會唱聲音嘅，佢嗰時同業嘅係唔做得個穩表聲音嘅，佢係從頭尾都有下穩幾下表聲音嘅。安尼先生正經出題寫作和培養當道嘅聲音，係首先先生吼佢還有當道嘅播，等一下倒轉來節目當中，還看佢竟然還會來做通翻呢，了一下繼續轉到 M 福起來了。好。阿妹很細個的種阿妹，據說佢就北上唔同順嘅太師當歌，認真算阿妹有幾多咋？我嘅阿妹呱呱呱，呱呱呱，算來算去12咋，12咋，唔是種青塘花，青塘花。樹當水木，咩唔怕，咩唔怕。我的阿妹呱呱呱，上個鐘街睇巴下，噓，種鴨個當莫水，你去講咪去個家。哇，很得人寫哦！大家看到、聽到，就是莊千明先生嘅新嘅作品《12隻鴨妹呱呱呱》，有聽到嘅太原寫字吼，向下來念嘢，講古安尼非常聲音嘅一個聲音樣片吼。再次來分享你嘅創作者莊千明先生，先生好。你好。哇，剛剛係看到吼，嘅太原突然安尼聲音咧吼，記得來念謠咩好，講古咩好，我做聲音講得當好呢。佢太原唔是講啊客家話用啊，一聽當好，唔過聲音嘅節奏感，還個有情緒，係嘛？係聲音嘅表情，唱下來念埋之後，當上攞佢答數，12隻鴨妹呱呱呱，出當上一挺在面嘅呢。呢種節奏感當好。係。誒，最近我寫一本書，家係我都實聽講，我一種童謠。童謠要有節奏，要閩南話，亦都係先開始嘅教上嚟用嘅。哦，安尼因為我家看聲音吼，聽到聲音片嘅時節吼，記得嘅啥我記得，所以之前來到節目當中也梁兄妹咩？係啊，阿婆搞記得咩？
王可以味，王可以甜，各家妈妈我那沉迷，要不西子阿婆。西子阿婆。哎呀，嗰種風俗先生啦，就唔可以沉迷，嗰隻孫呢，可以甜，按照西子來唱下溜啊。哇，記得唱下來溜鹽啊嗬，就講全家總動員就錯嘅啊，啲生意要動很好個。動很好。佢自家會看呢，唔是搞自己都係會搞人呢。你看佢可能安尼一幕愛溜鹽嘅時間，經認真嘅，我記得不卡係講實驗嘅。係佢講實驗啊。我也擺行搞幾多來講海溜橋。係因為今年嘅疫情當嚴重啊，嗬，溜鹽家係當落家長，然後一潛家長，佢海溜一潛一般家長來，你反而一潛一般來，家長。也對是以前吼較強，嗰個係都潛完度好嘅，我潛機也衝下來嘛。係都旁邊問嘅風主持人講，哎呦，也既然係那個潛無跟樣個啥，究竟用阿孫係唔是看到好冇？我好啊，你需要講清好啊。哦，佢講就唔關係啦嗬，因為平常講吸煙咧，起碼講你吸煙先就好來，這個本來差唔多解一禮拜到10日啦嗬。而這個 CD 也去了嘅，真唔會高度。錯。係睇人是專門讀唔會高度啊，雖然係講冇高度。嗰期成溜嘅咧，溜到天都等於溜去了嘅。哦，佢講，我睇下啲細阿妹啊，啲幼稚園啊，哦，上中央按教師呢，中央講按好。哎呦。睇阿哥呢，可以呢，中央講按好。韓沙片真經安尼咁厲害嗬，見到自家嚟翻譯。吸煙腔、海溜腔，啲地都含有英文啊。英文阿妹嚟嘅，係。哦。阿妹啦，翻譯阿妹啦，車嚟溜，係啊。我之後欣賞當用心，因為睇家拿到書嗬，變到清後背嗬，你會看到嗬，每一頁佢嘅台詞啊，佢嘅故事內容有英文翻譯，個吸煙音標哦，有客家詩哦，嗬，個羅馬拼音，係錯，嗬，就有寫出來。海溜咩要寫出來？係啊係啊。本體家做一個教材來學習呢。係對係。再加上我研究嘅時間變到後背，就當詳細嘅說明。係，現在還有 QR code。係，你做得睇。4種語言嘅 QR code。哇。做廿頁嘅文字，有文字嘅聲音，所以樣每一頁唔同一樣。做得對照安尼。係錯。哦。啊，到前面好像25頁啊，嗬。係。假設冇，我就帶去拍攝啦，嗬。係。唔看25頁啊，嗬，佢帶係藍色嘅，哦，啊，也係通話嘅 QR code，哦，係，一個故事，幾個故事咧，仲有4種語言咧，哦，語言可以有翻譯有英文，所以我下去就可以看到通話咧，係，啊，安尼親密嗬，還有一個 CD， 有光碟，光碟係 DVD 係，做啲本有視察咩做嘅標，不卡咩做嘅標，隨時。就做得堂喺度，嘅係動畫啊！哦，係啲地位係動畫，就做嚟看咩？係錯，哇！先生當用心嘅設計呢？嗰種用手機嘅咪做嚟看，啊用電腦咪做嚟看。係，也係因為講有啲人啊，老人家，而搶曉得用 DVD 聽聽，佢唔要用手機嘅，個誒咩體貼老人家。啊，非得講看冇用到，因為看唔曉現代產物嗰種嘅人嚇，所以用係。本體家呢片啊，嚇。係，體家都有辦法去托佢。嗰一擺呢，我知道每一個成功嘅作品嗬，就愛有動多嘅元素，度好，就係最好嘅。一擺嗬，強有你嘅當好嘅 partner 嗬，像你嘅寶貝女兒咩？係啊係啊。哇，佢同畫嘅圖，還有一擺唔但唱冇嘅，你嘅孫呢？睇下全部都揀要嚟畫圖係啊！因為我想講嗬，啲東西除咗溜鹽，愛幾揀要溜鹽外，我畫圖，幾本書完成，我希望係幾好看人來。我平常我每日我畫圖啊，我每日我溜鹽啊，誒擺我一種啊孫咧咪帶進來。哇！有啲孫咧必須發揮嘅畫圖嘅嗰種嘅興趣，如果你像嘅做片做雙角啊嚇，即係伊啲辣茄，啊佢辣茄係，啲辣茄係我幼稚園孫嚟畫嘅。哎呦，誒，啊你話機會係我嘅太孫嘅4年生畫嘅，
哦，佢怪嘅係捱嘅語言上嘅嘅順嘅話嘅。你乜都懂好呢？也以後都眼摸嘅嗬，睇下都隔空出一樣嘅傳遞。冇得講下咩？冇得講下嘅，台飛哦。眼摸都台北啦，啊，所以都高雄啊，啊，都有桃園啊，啊，眼摸都去分批啊，第不當愛幫我乜嘅，啊，甚至個其他從業愛幫嘅先講開，其他其實必發揮，而上乜我乜嘅，乜好嘢。我孫女講哦，我所以嚟就同學講咧。咁我真係愛等我出書哦，當初係自己作品咁樣。係啊，當傻逼呢係啊。啊，係當好，因為一書當中嗬，非常要文圖，要自家嘅記憶，韓國要全家人嘅支持，記得叫下嚟參與咩？係啊係啊。哦，唔像啲東西啊，嗬，種雖然參與很一般人看，哎呀本書我要參與到哦。哦。基本用嘅乜東西哦，其實都要寫完這個有愛記憶。要不做誒傳家寶呢？同阿公講下嘅回憶嗬。係啊。阿公要不然係做一通花係當好奇，因為一般來講，你做通花嗬，色彩冇按改嗬，花嘅時間、花嘅錢等等嗬。不過要不然你哋自家，我看人安尼團隊就做得來做一個通花呢。係啊。上任係風土先生嘅西子阿婆然後留嘅嚇，啊圖係眼摸嘅，然後順嚟畫嘅，啊一做有一東西以後呢，啊佢有圖有上葉，我做去變通畫，啊去年以前啊我做啲冇做通畫，啊去年有次刊咧刺激原生一講，我要做一些團嘅通畫出來，接下我係將現成嘅圖。然後隻土地杯，我愛要元素來分離出來，嚟都土地裡係當來調轉去必去都填同去規劃伊咧一個故事嘅情節必填同。啊，因為按照動飛去，過幾年我就有按上一開始按上嚟做通畫家下，但是我老母會講，唔得係唔嘅圖啊，我畫家下唔先打底稿圖嗬，唔似係畫好，唔似係太貼底嘅。唔將老一眼見嚇，讀通啲畫。哦。一個環境圖，一個背景圖，係一張，啊，其實都唔是別樣。但其實當個通過乜嘅種樹嘅啦、石頭啦，嗱我就畫過咩？係啊，或者講所有小通過啦，做清楚係獨立嘅。啊，那丟到去就變一張圖。啊，我做通畫家係，我做起來必填同，必交錯一層一層嘅。我靠，一多層都冇上過嚇，我一基本青島都做4-5層嘅層次片啦。如果個怪嘅麥當基本都大下轉過去啦，面向走過來走過去，一條樹嘅下面係我看見就像立體嘅動畫樣，其實佢係2D 嘅動畫片啦。係啊，做起嚟係樣。但是因為我也冇學過乜嘅動畫嘅軟體啦嚇，我哋冇去當然去學，我都。前幾年個下是去巨匠哈，要搞乜嘅天腦嘅東西，要搞個 PPT， 我都用 PPT 做通動畫。自家做誒？係啊係啊。很厲害哦。有啲東西啊其實伊個軟體厲害，嘅係伊個點，天意係唔有想象力，想象力到哪邊嘅，一個通話嘅豐富度到哪邊嘅。哇！當然 PPT 當然係。也給伊個工具可能項目嘛，清查，較陽春啦吼。但是唔加上自家嘅構想，想象力加下，係喺度克服地位啦，係。哇！我本身上種上過咧，佢希望咧，本所有睇人生就有豐富嘅東西，故說佢見變化、見創新、個用心、有想象力啦，嗬。等下呢，倒轉來嗬，繼續來談陳明先生嚟分享，韓國佢分享感動人、感謝嘅人咯。等下繼續倒轉來，福氣來咧。歡迎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聯係 Rita Lim 玉天喺今晡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客家安徒生莊前面先生帶來佢嘅新作品《12隻鴨母呱呱呱》。我相信喺家下節目當中，大家就哇呢本書當用心、當好看、當好聽、當神奇哦！
每当温馨，因为全家人穷下来支持哦。你再次来分享前面先生好。哎，主持人你好。哇，先生，我做创作对你来讲吼，真嘅当作透气咁樣按刺眼、按快樂嘅。好，喺節目當中有準備嘅快問快答。好，我問你講哦，唔是多想，也當刺眼，加油安尼，本睇個下那人生嘅作品，好冇？好，請問先生，喺講有幾筆吼，你想要變成乜嘅動物？你要本書底都按多種嘅通，係喂，你好識講啫，你係神太王，咁係咩呢？係啊，真嘅啊，我做得雕公公嘅係啊，係呀，係會無拘無束啊，思想會較跳躍。啊，喲，真嘅咯，一個藝術創作者就係愛天馬行空，愛自由自在，這樣做得表現自家，係嘛？哦，係啊，你好，咁係講有嘢呢，你單唱做得選一種嘅文學類型來創作，唔係寫乜嘅，因為你嘅作品有很多種咩？兒童文學。兒童文學。係。用嘅呢？雖然嘅思想較單純啊，嘅世界較單純，都神奇嘅嗬，較冇像太陽咁多煩惱。都可以的苦悶，當快樂安尼。係啊。好，金先生，請你分享3項平常時除咗寫作以外，你好乜嘅休閒啊，好用嘅嚟過生活。哦，天文啊，要一喜歡。天文。看神呢？看神，古時真有原始嘅夢係。係啊，因為我哋睇過山當講呢，冇乜個娛樂啊。個冇天陽煙啊，我天陽煙做天當國嘅神呢。哇，你係浪漫哦，難怪你會變做一個有名嘅作家。真件細細嘅養分當重要嗬。好天文看下神呢，還有呢？係用碰下鏡看細細東西，用顯微鏡碰下鏡看啲細東西嘅。因為呢，去研究平常時看唔清楚嘅。因為宇宙啊、宇宙啊。有太多人看唔到嘅，都天文；有些都唔看唔到嘅，都細菌啊，咁樣嘅啦，分子、粘子嘅樣嘅細動物咧，嚇，嗰個係要當細動物咧，就唔看唔到、唔想唔到嘅，跟大人世界唔一樣，就解嘅世界去認識，你知嘛？你懂有好奇心呢？哦，佢第3項呢？鴨樣。係。哦。我發覺你懂好觀察也嘅世界。做2點半人看啊，2點半人看，做3萬個看啊。哦，係啊嗬，我發覺嗬，愛創作嗬，愛有養分，就從先生家講也3個方面落書，或者也係一個當好嘅靈感嘅來源，因為你會發覺新嘅東西。你觀察，你就會看到平常時根本冇發覺嘅東西。係啊。好，我好期待。啲先生，請問嗬，你創作過程當中嗬，人家看到幾副客人出來支持你咩？也係當幸福嘅。如果係咩啲，其實創作嚟講嗬，沒有親故事、親困難、親孤單嘅時間。錯啊！每樣事情本身就有一個一個困難處啦，因為有啲嘢成就啊，克服一困難以後，就說我要做嘅東西呢啊，我要做得嚇，也係一個成就感嘅稱號嘅。係，咁你知道，你知道最難過、最痛苦嘅創作嘅經驗，又係講過程係乜嘅？難過也不至於啦，嚇，因為你創作嘅東西啊，嚇。你寫個下上下會想唔出來，佢都較容易嘅嘛。不過我平常我寫唔出，我會表達。我寫東西寫好一遍個下，我睇住表達差唔多半張頁啦，1張頁以後，再重新來看。唔記下要突破人家嘅思維，做唔好講卡到嘅味嘅，係卡嘅味一痛苦啦，嚇。係，創作其實創作對我嚟講。所以興趣啦，也唔會講邊度講做唔出來也難過東西啦，嗬。但如果出一本書，當然就係過程清長，也清到一個當優秀嘅思考到地步係。也當然講較難聽啦，唔會講變咗講用辦這樣嘅
心肝都会压榨，唔会啦。哦，不过出版老实讲吼，要来出版一本书吼，真件就无安困难。前端就讲你要写出来，写出来以后，然后做得了给实现，变做一本书，一本书还要卖出去。卖出去啦。就要每一个阶段就动到嘅挑战哦。系啊，一本书开始加下，你写出来加下吼，你像有客家东西啊吼，唔要讲按傻逼讲，我写好我写看就好，你看唔是廿事情。我希望我写出来后，我他家就可能识，谈的识，个味道可能是谈的识，我都加千多功夫喺當中。比如講唔會便宜，唔會考慮到私人去了，唔會行做咧可能私去睇片都考慮到去嚇，也都要你當自家夾出嚟寫啦。我容易，你談到我容易嚇，可能像文字唔好看我畫圖，我畫個圖還要做通話啊，真係都無限呢。不過想到當到希望本下那多人做得了上書一個作品。係啦，那種MV 到本睇嘅可能是都加按到功夫落去，一比寫較多功夫呢。係吼，寫1分，也寫花1分的力氣呢，其他9分就係也冇乜嘅東西。哇！真件無咁簡單吼，因為今日又做得草題啊吼，同前面先生分享，嗰佢做得更有新嘅作品見出來吼，佢講佢係非常感謝一個人，嚟出嚟邀請前面先生佢嘅夫人，一個師母來一唱啦，師母來唱錯，哇！師母給你動獎，我哋講吼，一個成功的男人，佢背後一定有一個非常支持佢嘅補養家吼。先生，我想特別可能吼，講到唔嘅創作出按幸福吼，佢係唔係因為師母本嘅支持？聽講有話愛對伊講哦。原來做呀客家吼，做呀點啊做20太陽年啦吼，也冇拜年咧，也冇去看天陽，也冇去旅行，也冇乜個東西啊吼。按部仔也冇去講看天師皮，做牙齒甲洗吼。之前當神夢去哈，無怨無悔安尼啦。本來自由自在嚟做，今日看較早哦，他們做到像特別特別愛做天咯，做乜個東西哈，乜寫詩，你像拼音啊，當到寫啊哈，優秀些青島，特別做1點、2點、3點哈。因為你只係要做些嘛，就只有按部頭做，特別係以前係好食飯的啦，好睡夢的啦。哎呦，真見出大幫佢同你照顧哦。你師傅20年嘅時間嗬，你嘅阿娜達、你嘅老公嗬，仲係投入佢嘅創作嗬，等於佢嘅家庭時間，就係佢嘅創作時間安尼啊。跟你用做得安尼就來支持佢。我就想講客家咩花咩要有人去發揚光大啦。佢都好做啊，又唔係講乜嘅壞事啦。看得到係冇，絕對冇假。係啊，係支持佢啊，係啊。特別佢咩做到3更半夜，又唔使忙，又唔使醒，都因對啊，係咪所以伊搞忙起來，佢喊做個寫哦。真嘅按認真哦。伊辛苦啦，真嘅係伊辛苦係啊。如果按你看佢吼，佢按認真，按有理想，係咪本意思講啊？我出去越來越愛佢啊！係啊，真嘅咯。係啊。嗰一下嘅幾副客人，連孫呢就搶下來參與，師母就係咁講咯。係啊，生意嚟咩？係啊，以他為榮。哎呦！哎呀，這個嫁過嘅人係出書哦，當歡喜啊！哎呦，真嘅呢，因為人之間冇嘢咩係講藝術啊、規則啊、分工啊，都當重要嘅角色呢。也係做媽媽嘅嗬，好像那個支持的力量，啲後輩當溫暖，幾次記得嗬。係啊，個係啊，我家看到我初初講。
非常的幸福。我说难怪甲哈签名先生分享讲，出版写书哪有嘛个辛苦吼，大家做安尼一下出国，原来做因为有福康业支持，迄个福康业无支持，绝对唔系安尼个情况，系嘛？应该系啦，系啊。总开始下届哈，那经费咩动困难啦，就大部分都算封工啦，冇嘛个头摆冇嘛个按度去事业啊，啊外上啊，其实爱写，我是鼓励强继续写，系啊。虽然讲冇嘛个动到嘅事业啦，啊，佢欢喜就好。哎呀，就安尼迄个奉献嘅心情啊，哈！刚讲到动充点哈，大家看到按认真嘅按有才华签名先生，个按好嘅作品，请问天内做得买嘅多喏，做得看嘅多喏。啊，一本书係燕京出版社出版嘅啦，哈，替做去請燕京出版社，建設嘅建，研究嘅研哈。當然也下你較方便係用手機掃描，描入書店，就在買到，阿咪刮哈，當簽名哈，睇睇就簽得到。而家簽名先生嘅名係有手機當到嘅作品出來，歡迎大家都做得買來，哇支持來拜讀一下，看下也嘅唔識法、唔識木、唔識神嘅創作者，按用心嘅投入，俾到人客家，俾到兒童文學，非常嘅讚到。感謝先生，感謝師母，祝福你哋，感謝先生，支持你，感謝。今日非常感動，看到簽名先生嘅一生研究投入人客家文學、兒童文學嗬，奉獻嘅心情，勉強大家多多嚟支持哦。希望大家今日嘅書刊，要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先生嚟做運動，按姿勢站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傾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